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土笼是早年客家人用来碾米的工具。今天我就要去学学。阿爸，我可以帮忙你什么吗？可以啊。是这样子，就是交叠的。你看，好，试看看。哦，上面3根，三个都拿下去。哦，我懂了，下面拿上来。上面2个拿上来，然后你放一个，然后反对，然后三个拿上来，3个拿上来，2个放下去，一直交叠。对。阿爸，这个是做这个土笼的哪一个步骤？这先编好，还要放那个木头去做的牙齿哦。木头的牙齿哦。对啊，有木头做的牙齿，我们客家话说笼子。做土笼最基本的就是要学会编上笼，所以这个除了竹编，还要木工了。对，木工、土工都有3个项了。编好上笼后，跟阿爸进到屋内来学做下笼。我看到那个土是红色的，为什么要用红土啊？红土是很干净，没有别的杂的东西了。所以呢，也是可以打那个很实了。是不是红土也感觉会比较结实一点？对。可是红土啊，会不会是需要加什么吗？不然不会长一些虫啊？对，还是什么？要加盐巴。那个是要加盐巴进去。对。阿爸，我有看到这上面这些刻痕啊。那这些刻痕是要用来做什么？这个刻痕哦，它牙齿还有那个泥土去做，是要磨那个骨壳啊。所以这个刻痕是来自，就是要把这个骨壳磨掉的最重要的关系。对，有关系。原来土笼就是利用上笼的笼齿与下笼红土之间的摩擦，将谷粒磨成米。接着，阿爸示范如何打出下笼的刻痕。就是这样。一道一道慢慢的。对，慢慢做。牙齿，看那个泥土，是要撑土是这样子才刚好用。如果你有牙齿，这个泥土没有的话是磨不掉。哇，其实啊，我觉得啊，土笼啊，它算是一个回忆，就代表过去的生活自给自足的农村的智慧。